今年4月，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举办天皇生日会，中国大使说要求日本爱甲台湾代表赶出去，这韩国行为引起议论。有查甫去到这韩国首尔夜店，有猪哥来含伊花，落尾是去甲动手。专家建议讲，若准备去到夜店，上好是要有查甫人陪伴。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扰动已经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，虽然未来台湾，不过这外围水气明仔开始就影响台湾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9月16日AM新闻，我是嘉豪。根据就是丹麦媒体报道，讲今年2月，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举办天皇生日会，这中国驻丹麦大使王雪峰说要求日本，讲爱甲这台湾驻丹麦代表赶出去，有影是足无礼貌的，引起着外国媒体伫遐讨论。咱的外交部也批评中国这款的行为，一点也着无文明。用丹麦甲中国之间可能有更较侪冲突做标题，丹麦发行量上大的《柏林日报》最近报道讲，今年2月伫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举办的天皇庆生会，中国驻丹麦大使王雪峰违反规定，摕手机翕咱国驻丹麦代表郑英俊，搁伫200多位来宾的面头前无顾外交的礼节，向日本的人员抗议，要求赶走郑英俊，毋过互日本拒绝。王雪峰生气离场，甚至离开进前，佮用镜头指郑英俊，警告意思真重，粗鲁佮无水准的举动，互在场的来宾拢唔敢相信，搁伫丹麦外交圈引发讨论。很惊讶，日本大使在这个自由的国土上，也非常的遵照他自己的行事作风。我知道的是，他并没有理会中国外交部那边所做的施压。那他事后在那个樱花季的时候也很热情的宴请我们。丹麦大桥后续观察，日本甲丹麦真无接受中国行为，也完全无影响到台湾甲丹麦，也佮有各国的交流。外交部是强烈谴责中国战狼外交的这款反爸爸的作风，完全无国际民主社会文明素养，会伫国际社会引起严重的反感。中国过去伫第三国外交的场合有真侪打压台湾的案例，亲像2020年，咱驻斐济代表处的国庆酒会，互中国大使馆人员总理来闹场，也佮2019年，咱驻捷克的代表王忠义参加捷克主办的会议，说因为中国施压，封闭的离开。也佮2021年，菲律宾称呼咱的代表大使，互中国人员生气离场。这个事情我一次也经历过，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3年前吧，去那个法国参议院参加一个讨论中国驻法的公使，他就是要参议议长叫我离开，参议议长没有同意。中国这种非常粗暴的那种指使别人的，当然国际社会也是越来越难去接受了。外交部处长吴志忠指出，咱国多年以来甲理念相爱的伙伴、不懈交流甲互动，也有台湾伫国际形象的提升，拢互各国更较熟悉，也有尊重台湾，也更较无愿意吞吞中国的战狼作风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中国坏爸爸行为绝对唔是一天两天啊！讲到这美国在台协会公开表示讲，这中国故意甲事件时期的文件乱解说，而且这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加这旧金山合约呢，也拢这三大文件拢无决定台湾最后的政治地位。想未到美国国务卿也是国务院呢，也是讲同款的话，无认同中国讲对台湾有主权的论述。就学者是认为讲呢，这美国是想要来反制中国用法律战来削弱台湾的主权，事实上对台政策有关是无改变的。中国对台湾多方面一直施加压力，尤其想要透过操作国际法律战，互台湾的主权无明确。不过，伫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开讲，中国故意错解二战时期的文件，包括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，也有旧金山的合约三大文件，拢无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。美国国务院嘛表态，中国透过错解二战时期的文件来支持协力台湾行动，会替台湾反对改变现状。事实上，国际社会理念相近的伙伴眼睛是雪亮的。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存在、互不隶属的客观现状。三大文件1943年开罗宣言讲，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，像讲台湾澎湖群岛等，说明实行中华民国。1945年波茨坦公告，搁再声明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的内容。1952年旧金山合约，讲到日本政府放弃对于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等。学者分析，美方是伫反制中国的法律战的手段。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并没有成立，他制造一个机会，让你中国大陆自己去把话讲清楚。
而不是在扭曲历史。AIT 将理事主席博瑞特强调，这是伊头一摆看到 AIT 具体讲法，不过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政策。学者陈凤如认为，美方主要就是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既然中国故意操弄法律战，美方有必要出面协助讲清楚。美国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维持所谓战略模糊，可是现在中国一直不断滥用，讲得这么清楚的状况，美国就觉得有需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得更澄清清楚这样子。AIT 真罕见地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，引起各界关心。丁书帆嘛分析，为中国乱用年代2500号决议文，到这由93阅兵，要抢夺对日抗战胜利的话语权，拢伫一步一步孤立胁迫台湾。美方这届表态的主要目的，就是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。记者采访报道。咱来个公布是咱2年后，今仔个再推出新版本的全民国防手册。这届手册特别强调，若讲到这国家战败，政府宣布投降，这拢是假信息。另外，经济部表示讲，全台湾会规划超过5600个配售站，提供油、米、盐、加速牛奶粉这5大民生物资。未来呢，应该会比较喙暗实名制，或者超商还个卖场，加做配售站。经过2年，全民国防手册改版，内容精准简单，透过互人看有的图文，民众会当会晓救家己、甲救别人，互大家有准备，更较安全。和旧版的手册差别是，亲像拆掉敌人甲咱方军人制服的分别。传统书表示，解放军这时可能继续国军，归去指民众离军队的活动较远咧。也若外界关注的配售站，目前全台湾有超过5600个点配售5大民生物资，未来有机会甲便利商店卖场合作。配售的品项有食用米、食用油、这个食用盐以及瓦斯。那近期再加上这个婴儿奶粉，这5项是我们目前这个配售的项目。来参考口罩实名制的一个做法，希望能够透过超商或者是卖场的一个据点，它的一个普及性那在电力跟通讯正常运作的情况下，协助政府的一个配售的作业。手册强调，任何有关国家战败、政府宣布投降，拢是假消息。民众会当听警广、喊声、教育广播，得到正确的资讯。也若新版的手册纸本敢若印5000份，虽然有网站会当下载离线的版本，不过要互社会大众拢有，这是真大的挑战。配合921的国家防灾日，那我们也会配合几场次的防灾日的演习，来做现场的发放。另外也会借由北中南的全联定点式的发放。政府强化社会防卫的应变能力，面对中国军事行为扩大，国防部昨仔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24架次，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、西南部、甲东部空域15架次，中国艦11架，公务船6架侵扰台湾，中国艦甲海警船加起来有17架，是有个突破最近的纪录。请健身的程序去针对这些动态来做掌握跟监控。中国布阵要甲台湾围起来，台湾4面拢有中国无人机的侵扰，情形是真罕见。国防部强调，运用联合情报监侦的手段，掌握解放军的动态，防止熊熊发生状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来看这新北市三重埔伫个2024年5月发生这马孙3代人去放台视的命案，这嫌犯台视场务还佫牵手了后呢，为了方便着甲这无辜的囡仔抬死，今仔日新北地方法院依照杀人罪判这姓张的查甫人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选出6名国民法官，4名备位国民法官，与本院合议庭3名法官共同审理，宣判结论如下：应执行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当听到的时候，我很感动我也哭了。可是，毕竟我觉得还没有定验，万一对方或是现在还有所谓的黑死联盟，他们如果真的出来，那又是一场仗。这24岁姓张的查甫人，因为感情含钱的问题，先甲69岁丈夫抬死，再甲30岁牵手，也佫有3岁情人囝抬死。被判这尸体6天了后，才让港去到台中。这警方根据着这监视器来追查有掠着人。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，依照杀人罪，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杀人罪，判这死刑，而且来褫夺公权终身，专案也佫会当上诉。
搁伫咧韩国的台湾 YouTuber 刘丽颖讲，进前伊伫咧修女的时阵，因为无要坐这无熟悉查甫人的车，就和对方来起冲突，舞甲规身躯拢是乌青经血。咱的外交部表示讲，这驻韩代表处已经和当地警方直接会找承办的员警来了解案情。就有着建议讲呢，这女性若要去到夜店，上好是爱有查甫人陪伴，当着问题也会当卡这133控，和韩国观光公司来斗处理。 我这边呢，全部都是乌青，脚的部分就是这里。电出身躯顶一堆乌青，相信身体上的疼和精神的冲击，甲胆也未平复。住伫韩国的台湾 YouTuber 刘丽颖讲，前几天和两个朋友伫韩国首尔的丰台区，两个青婚的查甫人过来和面讲话，甚至是卡来手来，就算已经明确叫伊莫安尼，对方唔那无插，佮演变做肢体冲突。他的表情就是告诉我说：“你不要管，你走开。”然后他就这样。 逼我，后来我就骂了他说：“西北，你害水是没有他们都黑吧？”他有推我，我也有推他，然后我也有抓住他的衣领。迄当阵虽然虽报警察，但是刘丽颖讲，韩国的警察敢若登记伊护照的号码，和对方身份的资讯，无调监视器的画面，就互对方离开，互伊感觉真无望。咱的外交部表示已经介入，目前准备和承办警察当面来了解案情，要求依法处理。聘请律师或者翻译这些协助，我们会提供。我们也责成驻韩国代表处呢。 马上洽请韩国公安公社及首尔市政府，请该等机构呢就保障我国人旅游安全呢做有积极的作为。其实，伫今年的6月，嘛有台湾的网青康控诉讲，伊伫丰台宏以免钱参观的话术诱入去夜店内面，落尾煞无法度离开，甚至互对方 QQ 立立。有经验的韩国导游就提醒讲，若想要体验当地夜生活，想好做查甫的朋友做伴，佮随时录影。韩国公安公社有一个紧急可以寻求协助的一个专线，叫1330，而且它是24小时，各种语言都可以通。最常发生的状况的话是诈骗比较多。我通常是会建议说，尽量就是远离陌生人。 尤其是他会跟你讲到钱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为了让国人注意里外安全事项，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是制作宣导底片，除了轰炸嘛，强调登录服务和投保里外保险的重要。今麦当拄到韩国全国机场劳工联合工会宣布讲，要对19开始做第一轮的罢工，就行延长到中秋的年假。外交部提醒要去韩国旅游的国人注意航班的资讯，才袂造成无方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去年查到伫咧台湾的外籍嫌犯上无有3600多人，超过1/3牵涉到诈骗和毒品的案件。或者是认为讲，因为欠钱、身份歹查等因素，和国内的犯罪集团去收这外籍人士来遮犯案。而且呢，进前这刑事局也抓到这毒品的走私案件，其中呢有越南人牵涉案件，也有真侪是失联的移工。他又往前走了。 四边暗暝蒙伫山区工厂的宿舍抓到汤8岁男性牵涉毒品的交易，按照线索，佮抓到伊的同伴。抓到这2个嫌犯，因拢是越南的移工，煞干那一个人有居留的许可，另外一个人失联真久。不过，因2个即届拢变作是跨境运毒品的共犯。先拘提第一层收货人吴姓移工，并向上溯源第2层收货人吴姓失联移工并背负3条通缉。 这装饼的 TK 摕来藏毒品，经过警方调查，伫台湾的越南港乡组成运毒集团，将2公斤多的大麻打扫开，用国际快递包裹对泰国走出来台湾。不过对源头了后，发现顶游的嫌犯已经无伫台湾。他就伪装成那个榴莲饼来藏了。 除了有外籍人士安尼合作犯案，刑事局进前抓到的运毒案件，也是甲饼的案换做毒品，想要过关。这也共款是越南人伫台湾先收回，不过警方无排除有国内的中间人支持犯案。对这些移工来讲，我要做了老半天，我的薪水可能才2万4，所以这些金钱对他们的诱惑，当然是比一般的台湾人更大。 外籍人士伫台湾犯案，早起甲毒品相关，是列伫第2届、第3届。去年累计至少有1300件，占超过1/3。不少人是做车手甲收回角色，或者分析国内犯罪集团也欠工，尤其是失联的移工，搞互因拐去做伙犯罪。
过去因为我们对车手的一个查缉其实非常的这个严格，那这些的车手可能还是需要一些人力来辅助，也许可能会是诈骗集团的话术，但是他们可能自己会觉得说，反正我是失联移工，了不起，我就是回到我的原来的母国去。这个外籍人士可能互人用钱甲好听话诱拐，因为法治观念无够，身份又搁歹查，互警方真歹抓到。因为有这种种的因素，外籍人士和犯罪集团利用伫台湾犯罪，也拖出治安的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继续来关心这高雄农地去红头的案件是少年线一直逼，检调发现讲背后有集团伫遐运作。桥头地检署呢，这检察长16早起亲身带队去到美浓勘查，除了去看这县招经机关助理迄块土地，了解犯罪手路以外，落尾搁来看，互人骗想讲是美浓大结果一块农地。想袂到呢，伫咧半路却撞到农民来တင်情。这农民讲呢，这沙石仔车伫遮出入入，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，害伊2年外拢无收成，而且这车路也拢够歹了，害伊是跋较大坑势哩。这个本来是可以采的，都黑点了，哪有人要嘛像坏掉一样？农民比着装顶的菠萝讲，已经要2年拢无赚半仙钱啊！因为菠萝批衫顶悬拢是污点，卖样无好，销无落。伊讲这一切拢是隔壁这块美浓大结局造成的。农民表示，这2年沙石车伫遮出入，甲好的土石挖去卖，对别规载一寡奇奇怪怪的废土来遮囤，那害伊菠萝种袂起来，当然车路也够害了了。看到检察长甲分局长来勘查，农民甲满北的心酸做一摆土好玩。小弟啊，每天10几个在那边顾着。大姐，因为今嘛这个案件已经在侦办了，这些一干人的这个集团拢会来抓起来。你也是抓只，啊，其实大只你无抓到。农民讲的也是这摆检察长带队来美浓勘查的重点，因为农地头规案件一件接一件逼。检方怀疑背后有集团在操作，除了甲市府成立稽查小组，即时通知快速办案以外，警方要结合科技设备，用监视器来加强稽查效率。针对外界质疑政府办案效率歹，检察长也强调，一定会互社会一个交代。不是说仅都没有在这个处理哈，因为这个在挖的过程中哈，我们必须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监控啊，幕后是不是还有相关的集团哦？目前我们都还在积极追查中啊。建议那个中央去修法，将土石采取法比照废弃物清理法去纳入刑责。因为采法因为都有一定的行政程序跟行政作为、行政流程要跑，所以这些不法集团都是利用这些目前土石采取法没有所谓定有刑责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列管的农地已经有正10搭，拢有到监视器来加强稽查可疑的车辆，望会当阻止偷过农地或被乱蹲土的代志搁发生。记者柯亚如柯兆阳、高永昌报道。破过淡水河的交通新地标淡江大桥，今日举行合龙仪式，总统赖清德也亲身出席来见证。这淡江大桥是国际知名建筑师扎哈哈蒂的遗作，长有920公尺，开231外。这完工了后呢，是世界上上界长的单塔无对顶车中桥，按算伫咧明年5月就当通车。我们合龙仪式完成。最后一块闭合这块合龙到位，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见证历史的时刻。开6年起的下过淡水河的交通新地标淡江大桥，是国际出名的建筑师扎哈蒂的设计。完工了后，会是世界上长的单塔无对称车中桥。交通部发声讲，明年5月通车，按算淡水到北里之间，会当大约减少25分钟的车程。在我们整个闭合完工之后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工序，希望可以让这座大桥能够维持120年。所以，请再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，在明年5月9号。来看淡江大桥的历史，会当讲是坎坎坷坷，因为主桥桥型特殊，而且施工的位就伫淡水河口，受到强风、电流、靠流等等复杂的环境影响，施工的挑战真悬。这个期间捌流标7届，总经费是230.38亿。主桥塔是3D 的镜面造型设计，世界罕见，伊的灵感来自云门舞集舞者跳起来的跳舞姿态。不过也因为这个设计提悬施工的难度，甚至险险的放弃原地设计。有人说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不然把桥塔3D 曲面干脆改成平面，在开玩笑。
世界级的建筑大师的设计，台湾人没有办法按图把它盖起来，咱闹亏呢，对不对？老总统伫说时也主动讲到最近在违法的争议，表示修法了后，中央无一定会当亲像过去有能力支援地方，未来地方爱担更较侪责任，也当面向新北市长侯友宜承诺，中央会支持新北各项重大建设。侯友宜是回应，希望事权分清楚，也讲到唔拿淡江大桥四边区域车路的改造也真重要。像沙仑路、中正路两段，还有微型转运站，以及淡海轻轨的2期、巴黎轻轨，地方都会全力以赴。今仔淡江大桥合龙的典礼，也有一寡代志发生。承包商伫现场有欢迎上亲密的大总统视察的红布条画，何富芳发现了后，协调甲伊摕掉，也引发讨论。对此，工信工程表示是家己挂的，无通知主管机关，希望外界莫伤过头解脱。公司新闻参报道。空军伫咧平湖下北场演练，这爆炸威力所造成附近一寡人家厝受到损害。空军强调讲，会派人去慰问，也会提出补偿办法。伫华视国小上课的学生，雄雄甲老师讲，因看到外口咧庆宴，原来是空军车牌子12伫咧平湖草书石大靶场进行实弹炸射演练。会当看到炸射了后，演是冲甲真悬，显示爆炸的威力真惊人，甚至连40公里远的马径，嘛会当感受到震动。因那离靶场上外差不多8.5公里的华视，头一个受到冲击，部分的人家厝嘛受损。身体会较袂旧来。炸射都拢会闭开的，拢会离开。只有逐间厝吼无完全的，拢有裂痕啊。届时也会派员赴这个万安乡花语村实施慰问，还有一些设施损坏，会做适时的这个释处，并适时的这个做补偿。空军讲会派人去斗修理，也若华属在地人是体谅国军实弹演训的重要性，表态支持。为着要减少社桥造成的浸泡，冲击到人家厝，空军即届原底是规划伫咧靶场附近的海域，放大粒的红色气球当作标靶，降低社桥的浸泡，甲对徛家结构的影响。不过气球却是雄雄无去，初步研判是因为消防沉到海底。气球是为了让飞行员目视方便。那其实飞行员本身就有雷达投弹的能力，那个有在的话，就增加了你目视再做一次设定，然后你可以用雷达第一个航线先给它做锁定一下，然后更准嘛。体育飞官高志颖分析，无论是用靶阵也是气球，拢是希望降低对人家厝的影响。虽然东部的海域较宽，离徛家较远，不过因为海底搁较深。自来干来当请海军舰艇拖靶船，再搁做实弹射击，而且考虑射击了后碎片喷出去的范围，所以大部分干那射小型的弹药。若要训练炸射大型的弹药，就干那会当去平湖石大靶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这条有影是食饱伤闲吼，这彰化县的消防局统计，讲今年的1月到8月，卡119报案，唔是真正有需求的电话，大约是占34%。其中有一个民众连续卡6届119，随过来取消。调查发现讲，就是伊来乱的，所以这个人呢也收到一张1万块的罚单。电话响一响，勤务人员详细问进行赶紧安排救护车。119应该是救灾救护的守护专线。今年5月，彰化所发生有一位民众卡119报案，讲有人身体无爽快，需要救护车，无几分钟搁卡来取消，互救护人员白了工。确定吗？自己去医院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来，请帮你写下好。今年的5月份有一名男子，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电话进来谎报有家里的人需要救护车，但是到达现场又没有这个人甚至中途把你取消，造成我们消防人员还有以及相关资源的一个浪费。消防局指出，这位民众1个月内有6届卡119报案的记录，但是到现场发现根本无人需要救护车，甚至是雄取消报案。经过查证，确定是乱卡119，消防局依法开出1万块的罚单。也若根据彰化消防局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，计共受理11万829通的报案，无效的电话就占3%，其中卡来无出声的电话是上侪的。昨24点钟，全部的电话个375通，无效的电话个占136通。这样呢，对阮接119的
人员来讲吼，常常会影响到真正需要人叫救护车的人卡袂入来，这对阮来讲，长期嘛是一个困扰。消防局表示，灾害抢救甲紧急救护拢是咧含时间走小绿的工课，希望民众珍惜救灾资源，千万唔通乱卡以救电话占线，影响真正需要救护的民众。若是恶意乱卡以救报案，违反消防法的规定，消防局嘛依法开出罚单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劳动部今公布，国内上届新减班休困有333间，7334个人，其中呢有242间企业表示讲是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。讲到这个传统产业面对着关税考验，也让咱国内科技业说是股票一直起。今仔日呢，这台股收在25629点，搁再创新高。本德股大只电16度色，不过才一开盘就随低色，中场收跌1280，起30块，带动大股大盘对立强势走悬，收跌25629点，起272点，继续创历史新高。含科技电子股表现这么好比起来，国内团产含中小企业所面对美国关税含汇损相当冲击。国内有限的资源，可能其实是很难以支撑产业均衡的发展。如果有一些产业可以这种扩张型的投资去接近市场的话，其实在国内的这个留下来的资源呢，其实比较能够去支持产业做比较平衡的发展。亲像伫新报道一间制作挂塑胶相关金属制品的工业公司，已经伫台湾做40外档，所拄着台票强势升达，和美国对顶关税，一直还未公定最终税率的影响，但无客户落订单的电话嘛看无订单。我们想说，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放假，但礼拜六就不付薪水啊，就是给礼拜天。但是我们的员工大家都还可以体谅老板的辛苦。劳动部16公布国内上新实施减班休困的数据，即期有333间实施减班休困，含顶期比加88间，其中阁有272间业者指出讲是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。另外减班休困的有7334个人，含顶期比是增加2471个人，内面大多数嘛是受关税影响。未经与劳工协商，你就变更工时、减少工资，触及到劳动基准法，你可能会积欠工资。你是违反劳动契约、违反劳动法令。如果劳工这个有这样的情形的话，尽快跟我们劳工局做申诉。国内业者讲，希望政府较紧来公定美国对顶关税税率，才当互客户卖个观望，较紧来落订单。劳动部讲，无排除减班休困的人数会持续增加，会加强宣导支持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电兴达电厂兴天然气的新2号机组进前发生火灾，这台电初步判断原因是这天然气管线连接的所在一个忽燃机零件啊。不过媒体也讲是业者对中国用俗价买的忽燃机入来了后呢，搁再用官价卖给台电。台电表示讲，根据着这通报公司的资料，这忽燃机和拍庆呢，这供应商拢是澳洲、韩国也有新加坡，这内面是无中国货的。台电高雄县台电厂燃气新2号机顶礼拜火灾，目前台电判断原因是输送天然气管线连接的忽燃机拍紧派气。不过有媒体报道指出，有不法业者好亲像用中国真俗的忽燃机改票，再个当作原厂货官价卖给台电甲中油。台电讲现代新建燃气基础的忽燃机主要是澳洲、韩国、新加坡来，无中国货。事故的发生就是在一个法兰的泄漏，这个法兰泄漏部分的垫片，我们会再做更深入的调查。我们手上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。关键零件的忽燃机主要是连接两段管线，也是零件的金属制品，再个用螺丝锁铵压拍紧较保护的拔。这是新2号机火灾拖腿边的新1号机停机，台中原来有燃气1号机登记试运转，市长罗秀燕讲，确认安全无问题进前，要求中火暂停测试作业。中央却不断的要求他们恢复开工，因为现在缺电。如果说他要这个副车要来继续施工的话，
要向台中市政府说明。台电回应，等你进行现代电厂火灾事故的调查，研究前进改善措施，会同步改善台中新建燃气机组，配合台中市政府依法检查。讲市长陈其迈回应，市政府会组成专案小组，等收到报告了后做实质的审查，确保安全无问题了后，才运转汽车。支持现代燃气新2号机甲1号机，目前拢停机，国家南口2号机故障。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坦白讲，9月底前有一定程度的供电压力。9月底，我们现在估算出来的夜间峰备转容量率是维持在6% 以上。台电最大的机组来讲，目前在线运转的最大机组只有80万，因为130万的现在在停机。所以它大概可以因应2.5部的机组的状况，所以在供电裕度上面是稳定的。台电表示，会自主清查所有天然气公路加发电机安全性，确保机组运转的安全。若是供电的稳定性，经济部长简明兴表示，完全信任台电的调度。记者采访报道。全面破坏1万块的政策已经送到立法院审议，保释排付的条款上近10个月当领到。今仔日就民间团体开记者会，因是认为讲这1万块呢，就要排付，也呼吁政府应该爱让民众有选择的机会，无一定拢需要这1万块，会当把这条钱当作是国家救命钱，专款专用。顶礼拜是9月10日，行政院通过特别预算案，送立法院3读。若通过，上近10月底，大家就会当领到1万块现金。目前政府已经公布5种领钱的方式，1万块马上就要到手。不过拜二有民团和各界代表开记者会表达诉求，呼吁民众卖领这1万块。人口结构其实是倒梯形的，我们的下一代其实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，远超过我们这一代。那因此，我们越把债务还清，对他们来讲，越就是减除他们肩上的重担。所以我们认为优先的就是要偿还国债。其次呢，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，我们说因为发生了一个什么重大的灾祸，我们赶快把所有的人集中去救灾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能接受。好，那么再退而求其次，已经木已成舟，不可能挽回。那么是不是排付？而且嘛，呼吁政府紧把这个专款的这个物件，加创个好势，互咱若这个政策若是要落去的时阵，咱拢会当把这个钱会当等入去这个专款内面。讲未来真正有这个专款，会当用伫这个危险的时阵，安尼政府其他的钱，伊就会当摕来做别项的用途。针对普发1万块的政策，有民众表示支持，也有民众认为无应该发这1万块。如果大家都发1万，应该大家就是会促进这个经济比较好一点。他搞得好像我们一般民众好像我们没看过1万块似的。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应该要增加一个选项，让民众会当选择无爱领，把钱放入去专用的口座，专款专用，当作国家的救命钱，亲像用伫个国防，也是发展本土语言这的所在。记者陈新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受到偏东风沉降影响，气象署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。这星期5个中昼就出现39度，至全台湾上界热。目前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下晡已经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 TD20。虽然是未来台湾，不过这外围的水汽明仔开始就影响台湾。拜4、拜5天气开始不稳定，这东南部和南部可能会落雨。天气一直在运转，湘北的中昼有够热，来吃冰的民众是无停过。要什么料？这边汤圆一个哈。受到偏东风沉降的影响，湘北16个温度是有够悬。新北7、5股测到39.2度，三峡37.8度，台北市的内湖温度嘛有37度。但是这种好天的天气都要转变啊！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，在16下晡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 TD20，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。17开始渐渐往北水汽会变多。周4、周5的时候将会最接近台湾，而后续从周4一直到周6，将会是受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，或是之后有机会增强为台风的一个外围环流影响。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，将会首当其冲。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也都不排除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。
气象署提醒讲，尤其对18开始要特别注意有底延时强降雨。另外，关岛海面顶缘的热带扰动9.W有发展趋势。民间气象公司讲，目前欧洲系一模式显示讲，这个系统发展起来了后，对台湾南边通过的几率较悬，但还未成型，还有调整空间。还不是很确定说它会不会再往北边一点，或是再往南边一点。如果再往北边一点的话，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。它就说不定就中心就会直接往台湾的陆地过来。分析师讲，季风低压槽若建立愈明显，这个扰动发展的速度嘛可能愈紧；若前期扰动发展的位愈偏北，安尼后期西进的过程就可能愈挖台湾的陆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尾月的时阵有风台，搁再落大雨，菜是变甲贵酸酸。落尾定情这成长期较短菜已经收成啊，却因为量伤过在季的白痴，农民是规气无买口。咱若一寡这鸡仔类的物件价格犹原是真悬，目前平均的菜价已经对1个月前的1公斤60块，恢复到1公斤35块。农民透早无用咧挽汤时啊菜，不过因为最近天气较稳定，产量过度等等的影响，地区分林菜色产地小菜类的价销持续咧落。其中汤时啊菜1公斤产地价销敢若剩差不多10块。有农民讲采收根本就袂好，有的规气全歹卖。啊，你话9块人就砍掉，迄袂好啦。上西底农民，伊即摆原物料上西底都爱偌济，你知无？差15块左右啦。啊，咧走是工钱啊低。啊，你不付成本啊！你请工都无啥会好啊。西里果菜市场表示，7、8月啊，因为风台搁落大水雨，地区菜色的价销贵三三。以8月中来讲，市场的到货量敢若剩600吨，平均菜价销起价1公斤60块。不过因为即马叶菜类复兴就市，交易量增加到800吨，所以平均等来甲1公斤35块。瓜果类甲叶菜类无共，因为瓜果类大部分拢有大病啊，是爱甲这阿毛多条啊、扶正啊、面顶这烟线网啊爱搁砍过，所以伊比叶菜类复工较慢。西里果菜市场表示，叶菜类包括蚵仔白、硬菜甲汤时啊菜等等，因为天气稳定，产量增加，价销落价1公斤差不多10外块。不过，若鸡仔类、果子类，因为复经期的时间爱较长，甲采收期等等的因素，到货量有限，所以价销也是悬。后续若无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价销甲交易量就会愈来愈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中华田中三民农地定位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做伙出钱2.8亿，要来改善当地农路和水路。施工了后，所有农民反映讲，这公告期上过底，种的稻啊拢去放地死。这县政府强调讲，1年前就公告啊，是包商绕沟期有3位农民无通知到，目前也正咧研究补偿的部分。怪手乌骨时间，伫青顶林的田里看到特别醒目，开2.8亿中华县田中镇三民农地定位区的农水路工程，即阵仔时间，当机具进入田里开挖，也毋过引起当地农民的不满，批评公告期上短，因黄啊早就插好，过1个月就要收割，结果即马农田拢地歹去，一区破做2区，水路中断，损失无法度估计。我即马2区田破做一区破做2区嘛，无得放水后偏完全互伊开路过，我双边的田拢无。就要变做迄区田拢总损失掉去啊！伊公告的时间爱是较正前，将叮当做煞，后一当你就莫搁做啊，安尼是毋是就无诚意啊？即摆你毋是啊，你即摆7月10几号才公告，啊8月10几就那个时间，啊你田早你就芳好势啊！田中镇三民农地定位区农水路工程范围东边为友农路，西边到拓龙路，北边到斗中路2段，南边到中顺甲大新排水分线，面积差不多140公顷。2021年农地中划协进会委员选举时阵，捌有反对的农民批评黑箱抗议，即马佫传出争议。彰化县地政处是讲，农地中建计划早伫2024年7月就已经公告，今年7月公告禁止新增加建筑，也是改变地貌，消息拢透过公所甲村里办公室宣传，承包厂商依照契约进场时间，目前已经挖3条农路。经过调查，有3个人向地主承租土地耕作的农民却无通知到，可能在个案的联系承租人上面有所疏漏，而我们会加强
要求承包厂商务必要确认到位，再予施作。彰化县地政处是讲相关的消息公开透明，三个农民若是请求赔偿，会请中华协进会研究补偿。后续嘛要求承包商加强沟通协调，通知到位。目前工程会持续进行，预定2027年4月完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但那是风台损害路边的树啊，这南区的大拿路有52丛椰子树，和1丛的乌帮树有关老神在在，被判居民已经30年啊。不过这大拿路要重新规划这车路和日行道的配置，县政府对6月开始呢，就把这椰子树撤掉，今仔日都已经处理好势啊。就民众赶来到这，讲要翕相，要来纪念伊生命当中有椰子树的风景。吊车固定树啊，工人先发电机，这张华盛顿椰子树啊的树冠随风移除。树身嘛，共款制作一节一节，这伫台南市南区大拿路分隔到两边的椰子树啊，对6月后半个月开始小连续移除，到16日拢总清了。做这个路大的时阵，吼，足侪人来关心啦，哦，拢翕相安尼俩。以人本为主，重新配4分隔岛，扩大人行道。新设左转车道，并换植较为安全、具有遮阴与生态价值的行道树。200拢总52丛华盛顿椰子树啊，但那是风台的透风口过嘛无代志，形成的椰林大道嘛是当地的特色。知影讲这树啊都要红砖刷了，真侪民众拢赶来翕相留纪念，因为这椰子树啊已经陪伴当地的居民30冬，拢总无啊是伤可惜。但嘛有人认为讲为了行车的安全，应该摕掉。我感觉较可惜啦，迄足久啊，足久啊，应该有10几吨的树啊。会枯掉，然后掉下来，机车过去都要砸到。我看到好多是。这椰子树啊，过去捌防质疑讲阻碍公车的停泊，落落来叶啊嘛，甲民众喊着伤灾状况。政府讲未来会定配置分隔岛，嘛会改进较安全，而且会当早日头，嘛会当顾生态行道树啊。椰林大道即摆是正式变作历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湾今年超国龄社会，这屏东县政府鼓励民众发挥创意，改造摒扫工具，互时代方便使用。咱做回来看卖。因为安尼新冠无共，所以每一个无共。我家己用较假。志工甲长辈安怎使用这支会当春秋的扫帚，互家己摒扫起来会使更较轻松。另外一名时代扫帚步车，毋过头前改造会使挂粪扫地啊。扫涂骹的人行到倒，长辈就方便扫到倒。若是忝啊，嘛会使坐落来歇喘一下。这改良的工具拢是服务据点的创意。啊，这个物件也无讲介重啊，按这个年龄来来扫，唔免安尼也轻松啦。你扫帚好用啊，会当春秋啊，要甲用悬啊会使，要用低也会使去啦，好用，唔免压落。时代拢表示有这个物件，互因较轻松。屏东县政府社会处为着鼓励志工的单位发挥创意，针对实际需求提出环境改善方案，互高龄志工会使较适时投入服务。今年特别举办比赛，比如讲像轻便椅啊，会使调整悬度的桌啊，拢会使互时代减轻负担，降低搬动的风险。咱这高龄志工会使搁继续去着做伊改造的志工的工课吼，啊，阮就想讲，改造因定定会使用的物件安尼，用因的发想吼，来改造因定定用的工具安尼吼，啊，阮这是一个类似比赛安尼啦。这摆的比赛阁有奖金，第1名1万块，嘛有6万块的改造金。报名到10月15，鼓励志工据点参与。社会处表示，活动毋若是比赛，嘛是推动高龄志工持续参与的重要行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南华大学幼稚教育学系的老师学生成立一个囡仔册创作团队，甲这偏乡的幼稚园来合作，或者的偏乡的囡仔也会当有无同款的体验。整理甲幼儿园囡仔做伙画图，互一百画出来的作品，才做是绘本创作的元素。南华大学幼儿教育系团队利用休落的时间去偏乡的幼儿园，用绘本创作的计划，要替偏乡的囡仔带来无同的教育体验。根本没有资源的这些幼儿园，那带给这些孩子或是家长，还是学校的各方面的教育的多元的刺激，多元的资源，那可以提供更好的优质教育。南华大学幼儿教育系指出，为着这个计划，
团队专门替大拿民雄溪口加强3间幼儿园，设计符合因的内容甲教材，唔但引导囡仔表达甲创作能力，嘛互参与的大学生有实际接触教育现场的机会。阮有甲小朋友讲哦，阮要做一个城堡的主题安尼啊，小朋友就一直甲阮就一个想法的，就是这故事安怎进行，拢甲阮想好，啊，阮就完成一个故事的架构安尼。在课程当中，我有去画一本绘本出来，啊，而且这个活动内底嘛用去带囡仔去画图，啊，而且用讲故事给囡仔听，用较增加家己的迄实力。配合3间幼儿园设计绘本，刷来除了平面的印刷，阁会结合 AR 甲 VR 技术甲动画制作。团队希望甲亲自教育现场的经验，唔但转换做符合幼儿的教育内容，嘛互集体创作的成果，成做偏向教育资源的能量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讲到这几年有真侪人文的学科拢有招生的问题，不过台北教育大学大分所却传出讲明年要设大学部的大分期。所长表示讲，因为目前各校啊正式的台语老师还阁是真欠的，未来下年除了有本地的文学、历史的专长，要阁再发展台语师资教育，也希望会当栽培出有台湾文书底的人才，伫各种行业大家来发展。就是伊有一寡文学总批以外，其实广告嘛是一个部分吼，对啊，所以你会当看无共款的时代，因迄当初可能是行啥物。老师上世界岁1885年创刊交代台湾教会公布，这也是台湾上早的新闻刊物。台北教育大学大分所传出明年要加设大学部台湾语言与文化学系，所长苏瑞聪表示，目前各校啊正式的台语师资也真欠，但得到教育部的允准，未来下年伫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专长以外，要过来发展台语教育栽培师资。阮是3种拢有，哦，所以阮是希望讲将来讲学生出去教册，吼，还是讲伊也无要教册，伊去外口做各行各业，吼，对伊来讲，毋若讲伊台语这部分，吼。算讲有足专业的，其实伊本身台湾历史、台湾文学，吼，伊迄种基础嘛足好的。112学年度到114学年度，语文学门相关的系所的新增案，以外国文学、语文类的占大多数。那因为台湾语言发展是国家重要的一个发展政策，所以本部呢是有鼓励大学校院来开设相关的一些国家语言的课程。另外，助理教授王桂兰嘛指出，虽然全台湾有真侪台湾相关系所，不过无一定有师培课。以北部来讲，就真欠国小的师资培育课系。未来北教大开设台文系，嘛有编写教材、台语教材、教法等等的课程。小学师资培养基本上是咱台中教育大学有咧做。若是以北部来讲，目前是较欠缺，因为咱师大主要是做的是中等教育的部分，所以我感觉，若是咱明年成立，就是北教大有成立台文系，那这方面咱伫小学的师资这方面，咱其实会当做真侪会拍拼。这几年真侪人文学科拄当招生的困境，不过所长苏瑞聪认为，北教大台文系未来的目标真明确，栽培台语师资是一部分，另外一方面嘛，毋忘栽培有台湾文书底的人才，伫各产业拓展发展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咱来看国际新闻，讲到这以色列军队占领加沙的行动开始升级啊！除了派这地面部队含战车入到加沙，15个在攻击市中心，毁掉30多栋建筑物，连当地上盖悬的主体大楼也拢变做是土粉。那讲到这美国国务卿鲁比奥，伊伫咧耶路撒冷的访问结束了后，就随去卡达，除了加纳坦耶夫传达美国川政府挺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立场以外，也甲哈马斯发声，讲透过协议解决的时间已经剩无几天了。砰！一声真大声，伫加沙市西部的盖法利大楼，规个乌有起。这栋16层楼的建筑是加沙市上悬的主体大楼。伊互以色列飞弹拍到了后，规个大幕幕拢看袂清楚。等到鹰野烟雾散去，民众敢若看到废墟。原来这2天同款，互以色列飞弹拍到的加沙建筑可能有30几栋。كف جوع وعطش وربين وهذا ولما تو هذا يوم هبطت بالمره مش قادر امشي。加沙市大约有100万的居民，以色列进前一直警告要占领者，要求所有人往南部闪。不过过去1个月，敢若32万人陆续离开加沙市。15个大轰炸，又搁有2万人透霉逃命。不过有真侪人是无法度走，也唔知影要走去倒位，所以就归去留踮遮。مش طالعين حنضل غزة صامدين
احنا في الاول ما طلعناش وحنضلها الموجودين。就伫这波大规模的轰炸发生的时，美国国务卿罗比奥人就伫耶路撒冷，就是伊到位了后，向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转达川普政府对消灭哈马斯、加放出以色列人质的支持。在伊坐飞轮机离开进前，搁再向哈马斯发声讲要赶紧接受停火协议。We think we have a very short window of time in which a deal could happen. We don't have months anymore, and we probably have days and maybe a few weeks. 罗比奥阁警告迄寡想要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，以色列会对这寡举动做出反制。英国卫报指出，罗比奥所讲的反制，可能是以色列特别甲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接落来。离开特拉伊夫了后，罗比奥的后一站是卡达的首都杜哈。顶礼拜以色列轰炸卡达，引发区域的紧张。阿明甲伊斯兰组织15召开紧急会议，呼吁爱团结，应应共同的挑战甲威胁。You said that you don't want to see Qatar hit again. Do you? Are there any guarantees? And actually, they've been a very good ally, and a lot of people don't know that. But he won't be hitting Qatar. 根据以色列媒体引用开罗无签名官员的报道，埃及当地重新提出9年前的一项提案，希望结合阿拉伯的国家，组成阿拉伯版本的北约，也就是跨国的军事联盟，来应对地缘政治压力。不过，阿拉伯国家敢是愿意投入部队，也是做开使用指挥权，有关单提各方进一步参详。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。为一个31岁巴勒斯坦人阿布达哈，为着要闪战争，伊是开真侪钱，也受尽折磨逃亡的过程，甚至有骑着这水上奥多摆，骑较无油啊，去互罗马尼亚的巡逻艇救起来。目前人伫咧德国的难民收容中心，出落来伊也讲想要甲伊的亲人救出来。以哈冲突到即卖已经超过64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，为被活来。阿布达哈去年4月付5,000美金为拉法关口进入埃及。伊讲家己一开始去中国希望得到庇护，毋过无成功，所以去马来西亚、印尼，搁转去埃及，所以去利比亚。根据真侪群众权团体甲联合国的报告，为要为遮争取一个偷渡去欧洲的船飞，真侪渔民伫遮互人口贩卖，互民兵虐待捕杀。阿布达哈伫遮40摆拢失败了后，想出一个办法。فقمت بالتخطيط لها خلال شهرين جبنا جيت سكاي قمنا بفحص البنزين حسبنا المسافة اتجاه اللمبدوزر كان البنزين ينتهي معنا يضوي يعني زلق أردنا 15 كيلو فصبغها 20 كيلو。阿布达哈联络德国亲戚了后，罗马尼亚巡逻艇救起来。这时阵，伊用记者知因的故事。阿布达哈提供路定的文件甲影片，伫意大利南边地中海的南佩杜萨岛由当地驻记了后，本来是88位西西里岛送去热那亚，毋过中途逃走，被伫灌木丛了后几点钟3人分开。كل شيء حصل معنا فنحن لم نتوقع الذي سيكون أمامنا ولكن 为这时阵开始，意大利当局失去因的动向。阿布达哈坐一班为热那亚飞向布鲁塞尔联航班机，坐火车到德国科隆，甲亲戚联络到，最后到西北部城镇布拉姆瑟。شغل وكل شيء الحمد لله كان مرتاح ماديا وكل شيء وكان باني وراح كله هذا ربنا هدوا لي اخوي بعد ما هدوا البيت。阿布达哈已经提出庇护申请，这段路程翻过亚洲、非洲甲欧洲，渡轮火车机票甲偷渡钱真可能将近2万美金，命保掉咧。毋过还有一段未知的路要行，就是将战火内底的亲人接过来。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。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。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7度，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，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，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1度。平遥金马马祖对27度到31度。新闻最后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，我是嘉豪，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。